讲到这垦丁国家公园的梅花鹿，这几年服育是真成功。但年4月到6月是台湾梅花鹿落角的时阵，真侪游客拢会特别来这捡。垦管处也特别提醒讲，伫咧国家公园内面的物件是袂当乱捡的哦，违规会当依照着国家公园法罚3000块。公路用落架弄对方，逐年4月至6月是台湾梅花鹿落架的时间。有爱人啊，伫社群平台分享因最近去屏东垦丁捡落架，搁甲炸转厝的经验，伫网络引起议论。flag 下面有看见，可是那边就是属于那边国家公园的嘛，就不应该拿。草埔啊，规定的梅花鹿上显目的就是公路啊头壳顶的落架。伫社群平台敲找捡落架，会发现一寡分享捡落架的经验文章，大部分地点拢伫垦丁。有大部分的人认为落架是家己落落来捡转厝，应该无违法。毕竟是国家公园的，里面的东西应该捡回来都是违法的。鹿角也是掉在那里，让它就是可能通过一些别的生物的一些相对循环，让它自然降解出来就好了。垦管处提醒，伫国家公园特别景观区、甲生态保护区，捡也是采集任何动植物，会当依照国家公园法裁罚3000块。会查清楚大部分的人捡的地点，确认是毋是违法。捡拾鹿角也涉及到生态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维护，视同是一个采集的行为，需国家公园同意。违反的依国家公园法，可以处以3000块的罚款。垦丁梅花鹿因为服育成功，族群持续增加。垦管处强调，任何动植物危害拢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，应该留伫原地。提醒游客来国家公园的时阵，除了脚印甲回忆，唔通留也是造任何物品，以免触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